武汉肺炎疫情伫拖这段时间，提醒乡亲，咱会使莫出国，就尽量莫出国。目前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将日本、泰国、南韩旅游境界列为第1级的注意，也就是讲要遵守当地防疫措施。新加坡咧，新加坡是第2级的警示，到当地加强防护。若是中港澳是第3级，若无必要上好莫去。若真正爱去日本、新加坡、泰国等等所在呢，下日子上好自主健康管理，爱挂嘴暗，早暗爱量体温，甲其他人接触时上好离1公尺以上。较安全。高水社警处南韩富山旅游景点彩色小渔村、中立步口，缤纷色彩拢会吸引游客翕相留作纪念。高南韩武汉肺炎确诊人数增加，即马被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来做是1级旅游警戒，也就是爱谨慎注意，甲日本、泰国是共等级的。再来看这鱼尾狮、美丽滨海湾花园，这新加坡有名的景点，即马想要去嘛爱三思。新加坡被疫情指挥中心列做是第2级的，也就是更加需要注意的警示。原来伫新加坡是武汉肺炎重症，才需要带院，轻症会使转去，也就是讲，你行伫新加坡的街路有可能拄到病毒的传播者。若是疫情严重的中港澳列做是第3级警告，若是无必要避免前往。观光局伫4月30之前嘛暂停旅行业组团前往。若是真正要去日本、泰国、新加坡，倒来虽然无需要居家检疫14天，但是会记得爱做自主健康管理，挂嘴暗，早暗爱量体温，而且接触需要离1公尺，确保安全。